着记得安息日，守伊最圣。6日内应该着无做你一切的工。独第7日就是按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使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的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最圣。讲道请陈美玲牧师讲讲道，题目是着纪念安息日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顶礼拜我有看见一个新闻，就是有一个航空公司因暗算要杀出一个方案，就是马祖空中出巡，就是予旅客坐伫飞行机，然后伫台湾平湖、金门、马祖这个所在顶面生一练，并且佫有导师也是法师做伙伫飞行机顶面来上经来祈福。看到这个新闻，互我感觉真趣味。因为马祖的出巡已经对地表最狂人类移动槽要搬到迄个空中啊！但是咱嘛毋免感觉讲这真罕，因为其实基督教的宗教盛事即种物件，伫基督教嘛是有。伫几年前嘛有将近2000个基督徒因包一只游轮坐去平湖，伫平湖伫遐祈祷。但是我并无反对安尼一个形式。咱若兄弟姊妹有机会，咱嘛会当去参加基督徒所办的遮个大型的宗教的活动，因为伫迄种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的信徒伫遐热心敬虔、伫遐敬拜祈祷的时，迄种气氛确实会互咱伫内心的火感觉会互点倒迄种感觉，甚至咱当场会做出大样的决志。但是了后，咱就爱开始备办家己、装备家己、参与祈祷、服侍。若无即拍火会渐渐花。毋过看到安尼新闻，也互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敢需要靠一寡特别的宗教行为来培养咱的宗教意识甲情感呢？亲像伫30-40年前，教会非常时行报道会、特会，定看教会是几台的安尼游览车做伙送去参加安尼报道会。某一阵是时行禁食祈祷，就是去祈祷山伫遐禁食祈祷。也是几年前，嘛有真侪教会会组团去韩国，伫遐拜访一寡韩国较灵恩的教会，访韩盛会。这物件伫当时将人的灵性带到上悬的迄个点，好亲像伫一堆火顶面倒汽油，砰一声，火烧甲真大。但是问题来啊！烧了后以后咧，搁一摆强调，我毋是反对这特会报道会，但是咱袂当干那笑想讲要用迄个燃汽油的方式来兴旺咱家己的灵命，因为平素信仰的追求也非常的重要。若无任何的点火，对伫咱来讲拢无帮助。所以咱应该转来圣经。转来信仰到底是咧讲啥？这比任何事搁较重要。这嘛是为虾米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，上帝要甲伊的百姓立约，要守守因10条诫的理由之一，就是要互因伫见证遐尼多新约基础了后，会当伫教导，会当伫规矩内面渐渐来成长。但是讲到教导，讲到规矩，这个字眼。咱就互咱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。咱可能就会想到一个笼仔，然后将你关入去迄个笼仔内面，互你无自由。但是大部分并且这大部分活伫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咱看10条诫是啥？哎呀，古董、古板、过时啊！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伫1989年12月26号。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全国动乱，因为伫前一日，因的独裁者互民主运动来杀倒，受私刑处死，所以规个国家咧乱糟糟。所以这个西方的国家，因隔天就入去这个互
共产主义统治真久的即个国家，想要了解因的情形。有一个记者，伊真无容易找到一个会晓讲英语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就问伊讲：你即马感受是安怎？即个查某囡仔讲一句话，嘛拍算会当呼应今仔日真侪所在处境，就是阮有自由，但是阮毋知影要安怎使用。阮有自由，但是阮毋知影要安怎使用。你可能会想讲当时的罗马尼亚需要改面，需要规矩，因为改面规矩会互因特殊。你会讲以色列人需要改面，因为因漂流真久，毋知方向。你会讲荷尔蒙旺盛的青少年需要改面，若无因会失去目标，会失去方向。但是我一个真成熟的基督徒，我敢有需要这个改面咧？有一个宣教师去到非洲的一个部落，伫遐传福音，伊就一个年长的村长伫遐讲10条诫。这个村长非常专心伫遐听，但是还是无啥明白。伊听了后，伊就问即个宣教师讲：若照你安尼讲，我就袂当去侵占别人的太太哦。宣教师讲无毋对，因为10条诫是安尼讲。即个老村长佫问讲：安尼连人所种的物件，伊饲的牛甲羊，我嘛袂当去偷摕哦。宣教师讲对，无毋对。安尼我嘛袂当去杀别个部落的人啊嘛，非常正确。所以即个宣教师非常欢喜，伊想讲即个老村长听到已经非常明白啦。这时即个老村长慢慢啊讲：安尼我会当做基督徒啊。因为我已经老甲无法度做遐个代志啊！兄弟姊妹，咱拢认为10条诫甲我无关系，咱拢认为我甲以色列人无共款哦，我袂去犯遮个事。但是上帝互人改面，毋是为着屈辱人，嘛毋是叫咱去遵守一寡命令。10条诫是上帝邀请咱来认捌伊。并且甲伊建立约的关系，这个约的关系是徛在伫疼的基础，就亲像父母伫教育囡仔的过程，咱要为着互囡仔健康快乐成长，一定会互伊一寡规矩也是限制。但是这绝对毋是要用来处罚伊，甲定出来。父母的心意是啥？是疼，是保护。所以邀请咱用新的眼光来看10条诫，因为伊的重点不在伫这个诫命的本身，是在伫守事诫命的源头，就是上帝。因为上帝伫立约进前有甲这以色列人讲，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捌带你对埃及地、对做奴才家出来。上帝表明，我看恁。甲我是有无通分开、袂当分开的迄个关系，所以接续落来20章，接续落来就是10条诫的内容。10条诫原本的字眼的意思是10句话，就是咱真了解，袂当拜别个神明，袂当为着家己刻任何偶像，袂当滥删称呼上帝的名，爱守安息日做圣日。爱孝敬父母，袂当杀人，袂当行奸淫，袂当偷窃，袂当做假见证来陷害人，袂当来贪夺别人的财产。前4诫是提醒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后6诫是咱伫地面甲人的关系。今仔日咱聚焦伫前4诫了后的讲道，会来提到甲人的关系。伫讲到甲上帝关系进前，咱先想看觅。为什么我需要甲即个上帝建立关系？为什么我需要上帝呢？我伫世间过了好好啊，为什么我需要上帝？教父奥古斯丁伫伊所写的一本册叫《忏悔录》内面，有点出一个事实，讲：你做阮是为着你，阮的心若无安息伫你的怀中，就袂得到安宁。咱人的设计，咱伫出埃及内面有看见。是上帝按照伊家己的形象来创造咱，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内面拢有上帝的特质。所以咱若想要真做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靠咱家己无效。
互你搁较侪钱、名声，嘛无法度满足你内心的迄个无满足感。咱只有伫甲上帝关系内面，才会当找着家己。搁来，奥古斯丁嘛讲，人的内心拢有一种对神的渴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看，无论是甚物款的宗教，这信徒就是对超越的力量有一种需求，所以伊会想要去拜这个神，拜迄个神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互咱一个真恶杂的生活，用甲失去方向，这拜毋着神，也是讲咱坐伫遮敬拜，但是咱失去迄个焦点。所以顶礼拜我有请咱大声转去思考，讲到底你的心是往倒一个方向？你的心敢有定准朝向上帝？可能有的人有讲有哦，我拢有来做礼拜，我有查考圣经，有抄写圣经。嘛有奉献，有做真侪事工，我的心一定是定准来向上帝。但是法利赛人嘛是安尼呢？虽然做这一切代志，但是咱的心若无正确，咱嘛是陷落伫亲像法利赛人的迄种律法主义，这无啥物好夸口的。只不过人会互你真侪掌声。所以顶礼拜我有请咱大声转去想即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心敢有朝向上帝即个正确的方向？咱的心爱调整到上帝创造迄个原本的咱才会当找到动机来渴慕上帝。若无，咱坐伫遮做礼拜几十年，嘛无任何的效果。第三，奥古斯丁讲，咱爱将心调整到上帝迄个方向。咱就会去听迄位创造咱，并且听咱的上帝。当咱真正安尼做的时，咱就会伫上帝遐找到咱人生真正目的，就是真正的安息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袂当避免讲，咱是活伫一个真超脱的一个世界，咱活的是一个真罪恶的世界，这咱无法度否认。但是，咱真做上帝的囝儿，咱就一再需要彼此提醒、互调整。有一个现代作家叫华莱士，伊伫一间学校的毕业典礼，伊甲遮毕业生讲：伫成人的世界内面，无人是一个无神论的，因为每一个人拢咧拜。咱唯一的选择就是讲，你要拜啥？如果你拜的是金钱物质，你想要对遮找到你人生的意义，你会发现你永远无法度满足。如果你拜的是权力，你的软弱会惊吓，因为你爱用真侪时间甲气力去控制别人。如果你拜的是家己的才调，你想要互别人认为你真聪明，安尼你会感觉家己非常的愚戆，因为你家己好亲像是徛伫一个得要互别人发现你实在毋是真聪明，会安尼的山边边啊。这崇拜，互咱伫无知无觉的中间哪含哪深。这嘛是咱现代人的状况嘛，甚至嘛是咱基督徒的状况嘛。有当时咱基督徒嘛毋知影讲咱到底是咧拜啥，咱到底是咧敬拜上帝，也是咧敬拜咱家己内心所挖靠的物件咧。所以有当时咱无法度透过敬拜来得到快乐，咱就怪东怪西。但是基督徒有一项礼物，上帝赏赐予咱的礼物，就是敬拜。敬拜会当真做咱的帮助。20世纪天主教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巴尔塔萨有讲，敬拜比任何一切事工搁较重要。敬拜的重要，毋是要互咱充电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每一个礼拜来遮充电哦。敬拜毋是要互咱充电，是为着要敬拜荣光的上帝，用安尼来回应上帝讲：我已经明白你诚信的宣告。但是真可悲的是，今仔日的基督徒放弃敬拜，咱转去街路，企图伫世间的活动中间，找求甲基督相拄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现在的状况嘛。所以即时即个街坊，咱的社会中间有真侪物件、真侪课程，你帮助你啥找到自我，互你得到快乐。真侪课程拢是安尼的课程。但是上基本的，咱会当对啥？就是对敬拜内面找着甲基督相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透过正确的敬拜，毋是敬拜尔，是正确的敬拜，来建立咱文道生活的基础。因为咱若敢若参加服侍，咱无敬拜，咱真容易亚神。咱若看做礼拜是签道、行礼如仪，嘛敢若是人教心无够。但是咱若透过教会即个训练的学校，训练咱有意识去参加敬拜，中间训练咱家己的敬拜态度。嘛，亲像我顶礼拜所讲的，重新来调整咱属灵的胃口，训练咱属灵的筋肉，补足咱欠过迄个部分，咱就会当认捌上帝，并且按照上帝的想法去思考，互上帝重新塑造咱，恢复伊创造咱的迄个目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千万毋通轻看每一场的礼拜，因为当咱愿意谦卑，互上帝塑造咱，迄场的礼拜就要成做上帝甲你相拄的经验。伫安尼经验中间，你嘛会找到上帝创造你的意义。但是有当时咱做礼拜几十年久，一成不变的安尼礼拜仪式，有当时互咱感觉真无聊。不断徛起来做落去，只有祈祷、目睭闭起来时，才会当互咱感觉会当暂时放松一下。有时咱佫会当拄久一下。也是今仔日牧师讲道无合理的听，无合理爱听的，也是即个吟的诗歌，毋是你爱吟的。所以伫阿门诵了后，你就悠悠悄悄来离开教会，感觉今仔日的礼拜你无得到任何的物件。但是礼拜主角毋是咱，是上帝。虽然几场的礼拜看起来拢是人伫即个敬拜中间咧服侍，亲像咱有诗会、有司琴、有讲道者、有圣歌队、有插花同工等等。但是人毋是主角，上帝才是咱敬拜主角。敬拜嘛毋是伫讲咱，敬拜是伫讲你。将上帝应该得到的荣光来归互伊，所以嘛会当讲敬拜是对顶面落来，伫敬拜中间，咱受着向上帝献上恶乐，但是上帝对顶面来到咱的内面，来邀请咱，互咱甲伊相拄的中间，来重建咱的眼光，重建咱的信心。所以敬拜毋是要互人发挥创意。满足家己的一个所在，嘛毋是要互你充电的所在。敬拜是互人用忠服的行动来表示咱对上帝的忠心，咱对上帝的敬虔。所以我毋知影讲，咱敢有思考每一礼拜咱敬拜这忠服的仪式是有意义的。就亲像咱看伫出埃及，也是申命记这2节的经文中间。拢有侪关系，安怎敬拜的细节，这拢是对10条界前4条来看出来。就守安息日这条的规矩来讲，守安息日竟然有39项的规矩，因袂当做啥。亲像现代犹太人，因伫安息日因无开车，因袂当去开关迄个电器。因袂当伫公共场合伫遐塞轮椅、塞婴仔车，但是为什么有遮个规矩？这咱看做非常奇怪、无合理的规矩，就是要互以色列人因伫中福的规矩内面，伫中福的仪式内面来训练、来塑造因。伫遮嘛要澄清一个观念，就是。嘛是基督徒定定会犯的一个错误。咱拢讲咱礼拜
来做礼拜是守安息日，但是即个毋是安息日，吼，咱的礼拜日毋是安息日。先来讲犹太人因的安息日，犹太人因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下昏开始，一直到拜六的下昏结束。对下昏到假日的下昏，这嘛是犹太人伊计算一天的即个方法。所以圣经内面所讲的安息日，甲咱今仔日礼拜是无共款的日子。基督徒无守安息日，咱无伫守犹太人的安息日。咱讲咱来做礼拜是守主日。为什么讲主日？因为是纪念主耶稣为着咱国活的日子。所以咱无守安息日，咱守主日，是每礼拜咱伫遮敬拜主，为着咱来过活。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轻看主日咱每一个定时，亲像宣调。宣调毋是书会读一段经文尔，是宣告上帝即个大君王临在伫咱的中间，并且呼吁人前来敬拜。你若亲信一场的礼拜有上帝伫咱的中间，你无可能用懒散的态度、杜姑、滑手机，也是姗姗来迟来参加敬拜。你每一届的宣调，咱真心将性命主权来交予上帝。另外，书会所带的公道，嘛毋是暂时互咱度过的时间。公道除了阿罗上帝的关联甲伟大，嘛为着咱每一个人伫周间，咱有形无形的罪来认罪祈祷。但是咱嘛相信，当人悔改，上帝赦免就接续要临到，要带予咱真正的平安。亲像吟诗，第一首的圣诗通常是阿罗上帝的诗歌，第二首是回应的诗歌。但是咱伫吟诗的时，敢是无气无力？反正我戴口罩嘛，无人看见我敢有伫阿罗上帝。圣歌队的献诗嘛，毋是要表演互你听的，因是代替咱向上帝献上阿罗。虽然咱袂晓唱，但是透过默想遮个歌词，咱嘛会当甲因做伙献上对上帝的敬拜。听上帝的话，亲像书会读圣经，也是听讲道嘛非常重要。因为咱听的毋是演讲，是上帝的律法，甲上帝对咱生命的旨意。一篇好的讲道，是讲道的人甲听讲道的人爱做伙负起责任的。意思就是，讲道的人爱用心准备上帝的话，但是听道理的人嘛爱准备好势来领受上帝的话。有时咱嘛会守圣餐，圣餐毋是有食有保庇，所以我拢会伫圣餐进前提醒，要未受洗礼的人毋通领圣餐，因为这对你无任何意义。圣餐是咱受邀请来参与主的宴席，咱搁一摆来回想咱领受洗礼时的感动，搁一摆认罪悔改，搁一摆领受快乐。另外，圣餐毋若是咱甲上帝关系尔，圣餐是咱甲主内所有肢体做伙领圣餐，这表明所有的人拢共款重要，咱拢结连伫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嘛爱彼此和好。彼此赦免，彼此帮赞。另外，伫定时内面的报告看起来无啥属灵，嘛无啥必要，但是伊互咱做伙关心教会，也是教界的消息，互咱知影咱甲历代的圣徒、历代的教会相结连。公道是咱伫听的内面，来为着咱的肢体付出大道的行动。大道若无听，就袂当叫做大道。最后的祝祷是上帝通过牧师这个器具，来将上帝祝福临到会众。希望讲，咱所有人会当带着上帝祝福甲勇气，受差派，转去咱的生活，按照上帝旨意，活出咱原本应该有的款式。
然后伫世界做光做盐。阿门颂咧，用3摆阿门，将尊严、荣光归互三一上帝。后走嘛毋是讲提起你会当离开啊。其实咱兄弟姊妹，咱上好是等后走结束，咱才来离开。后走毋是你退场的音乐，后走是你宣告即个礼拜结束啊。毋过咱的实践要开始啊。所以当咱理解讲，咱每一礼拜所守的、所行的这定事，拢有伊按照传统所发展落来的这意义的时，咱就知影每一个定事的重要性。但是，你若是感觉你若游玩感觉非常的无聊，你也无法度得到快乐，请你搁转去迄个上基本的问题，就是你的人坐伫遮，但是你的心调往倒一个方向。你的心是调往讲，等者我做礼拜煞，我要去买什么菜，我要煮什么菜，我要去倒位佚佗吗？我要去食什么吗？也是你的心游玩，伫遐想讲，哇，即礼拜吼，我的工作要做啥，足超烦的。咱的心若无定准归往上帝，一切拢无效果。兄弟姊妹，咱毋通看轻这固定的仪式，认为讲有一寡教会，因是对圣神的感动来敬拜，迄非常的好，迄较有信心。咱这固定的仪式无信心，遐较敬虔，咱无敬虔。但是咱莫袂记哩，圣神会透过敬虔、重复的仪式来甲咱相拄。有时咱真爱即种超自然的现象，因为超自然才是敬虔，才是真正的。所以有当时咱看异象，咱拢感觉讲哦，亲像圣经内面摩西看见迄个刺皮互火烧，但是无烧了，迄个才是异象。咱看圣经以赛亚，伊伫圣殿，甲上帝讲，上帝用炭火去烧伊的喙，迄才是真正的敬虔。咱拢想讲，迄个约翰伫新约时代，约翰伊看见对天降落来迄个袂当食物件，迄才是真正的异象。无毋对，圣经内面有真侪人因透过这超自然的异象，互因来成做上帝奴仆。但是嘛有一寡平凡的人，透过日常生活内面一再重复的操练，来成做上帝的工人。咱看大卫就好啊。大卫伫少年时代，伊拍倒即个大汉人歌利亚，毋是靠伊的超能力。上帝无伫迄当时赏赐伊超能力，是靠伊啥？伊平常伊伫牧羊的时，为着要拍退即个野兽所练出来迄个弹石头的功夫。咱爱会记哩，伫伊面对歌利亚，伊只有5块石头，伊只有5摆机会。但是就伫所有人惊歌利亚惊到得要死的时，大卫甲所罗王讲，你的奴仆甲老爸顾羊的时，有狮也是熊来，对羊群中甲羊仔去，我就入伊，拍伊，叫羊仔出伊的喙，伊起来要共我就揪伊的喙下斗，拍死伊。你的奴仆捌拍死狮甲熊，即个无受割礼非利士人，也要亲像因的一只，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军队。对大卫来讲，即个无敬畏上帝歌利亚，虽然伊生做真大汉，但是就亲像伊平常伫面对的野兽，伊根本就无咧惊伊，伊平常就伫训练，熟能生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好奇不断想要去追求神秘的经验，不如好好啊，伫平素咱习惯的敬拜中间来看见上帝。学习去听上帝要安怎往你来讲话。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，咱若愿意接受前4条诫，就是咱咧向上帝做的信仰告白，就是咱咧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用忠诚的心来回应你对我的听，我愿意尊主做大。所以，当你愿意接受这4条诫，就望你会当用诚实的心来参加敬拜宴席，然后带着圣神的换心，
甲互上帝塑造了后的你，进入咱所听、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